喺香港呢座充滿活力嘅都市中，隨住健康生活嘅理念深入人心，康樂體育行業喺香港社會扮演嘅角色越發重要。但喺過去，康體從業員權益分散，資歷認證難以統一，喺勞資糾紛中，往往勢單力薄，正係睇到咗業界對維權與進步嘅迫切需求。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喺2006年應運而生。2006年4月成立嘅，咁成立嘅早期咧，其實就係因為當其時配合教育局推出嘅所謂叫做技能提升啦，咁啊希望就將業界一啲嘅資格啦、資歷啦，做一個整合。所有從事康樂體育業界嘅從員都係我哋嘅會員服務嘅對象。近20年嚟，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始終肩負為工友維權嘅使命與初心，透過培訓與政策倡議，提升整個行業嘅專業性與穩定性。2023年底，政府擬收回白石高爾夫球場，改建停車場，此舉恐導致數百名教練失業，並剝奪學生平價訓練機會，引發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強烈反對。當其時有成140幾個從事高爾夫球作為職業嘅所謂教練咧，因為如果你冇呢個場地咧，其實佢生計即時受影響嘅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嗰陣時即係要爭取點解要維持嘅目標啦。咁我哋覺得，你除非政府有個另外一個替補方案啫。如果唔係咧，我覺得呢個係對於一個產業或者對於一個運動嘅發展咧係好受影響。我哋就希望咧呢個運動既然響政府已經有做緊一啲推廣，甚至乎到而家我哋嘅特區政府，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個運動帶動產業、帶動旅遊。而家正所謂嘅4個專項，咁希望咧可以令佢繼續持續。所以今次成功地將個球場保留，哪管係3年或者5年啦，其實係講緊3至5年嘅合約啦。起碼呢過渡時間，呢班人都可以繼續有工作。喺呢個過程中咧，政府睇到實際嘅需要，而反映到原來真係有個咁樣嘅影響嘅時候，咁所以最後政府咧就透過幾次嘅談判，就將嗰個落實嘅方案繼續去將佢延遲。2024年，香港著名連鎖健身中心突然宣布暫時全線結業，導致約740名員工被拖欠薪金，涉及預繳款項總額高達逾1.84億港元。對此，工會積極發聲，守護受影響工友嘅生計權益。中間咧，我哋大大小小經歷過，應該我冇記錯的話，起碼有7至8個唔同嘅所有嘅機構，都係一個維權，都係講健身嘅。最後去到咧近期啦，頭先講嘅所謂嘅舒適部，咁呢個，所以我哋嘅累積嘅經驗，好快脆召集咗啲相關同事，安排登記，安排去追討。但過去咧就係我哋曾經一次為咗 Fit First 一啲嘅教練員工咧，去爭取佢啲有薪假期同埋啲遺留咗嘅福利。其實就係講緊一啲所謂嘅補假、法定假期啊，喺計算過程中，其實僱主係刻意地透過一啲所謂嘅運算機制就冇俾，甚至乎係俾少咗。所以喺嗰一次過程中咧，我哋要好多謝嗰幾位堅持到底嘅員工啦，因為佢肯堅持每次都出庭，即係將工作即係所有嘢擺低，為咗正義，為咗真係要追討應該要有嘅嘢，佢真係堅持到底。但係康樂體育行業嘅發展之路並非一帆風順，面對突如其來嘅失業，工會除咗爭取援助之外，仲提供咗其他形式嘅支持。嗰陣時候咧，工會做咗好多嘅，所謂頭先講啦，情緒嘅支援啦，一啲嘅生活嘅補助啦，透過即係同政府爭取一啲所謂嘅ERB 嘅特殊嘅計劃啦，即係唔理學歷啊，只要你受疫情影響，你嚟讀書啦。所以當時我哋工會就安排咗啲所謂嘅英文班啦，包括你優化英文啦。咁我哋都有啲所謂嘅唔同嘅安排培訓，希望咧幫到啲教練可以喺嗰段時間自我增值啦。政府推出啦一個
抗疫基金嘅情況之下咧，好多教練都唔知點樣申請，咁我哋工會就負責去幫我哋綜合啦，幫我哋填表啦。我哋一路都提出要將所有嘅業界做註冊，就係加州事件之後啦，呢樣嘢我哋冇放棄到嘅。我哋就不如咁啦，既然業界咁多運動教練、運動嘅項目都比較難統一，不如就由健身教練開始，即係包括咗瑜伽啊、普拉提啊、健身同健身相關嘅行業開始做登記註冊先。所以如果政府係願意繼續做，我哋工會樂意配合。同埋我哋其實都因為之前疫情停咗啦嚇，咁我哋發覺疫情之後更加需要。咁關於呢個註冊制度啦，咁我哋積極咁推行嘅，咁亦都係揾好多唔同嘅因為我哋始終係工會，我哋揾咗好多唔同嘅商界嘅人去支持啦。咁包括咗健身嘅行業啦，或者一啲競技上面嘅競技球類運動嘅行業啦，咁唔同嘅持份者去宣傳呢樣嘢，咁目的係令到保障咗我哋嘅業界同埋一啲受眾，我哋一啲大眾去到使用佢哋嘅服務嗰陣時得到保障嘅。希望喺嚟緊嘅時間繼續向政府去建議呢個咁嘅檢測，呢個政策，希望可以幫到業界做一個所謂嘅註冊制度，令到咧大家可以有一個保障。我哋工會都有舉辦一啲唔同嘅活動啦，咁就去增進翻會員嘅溝通嘅。咁我哋咧之前都係去舉行過水運會啦，每年都有啲蛇宴活動啦，去到促進翻會員同我哋理事嘅交流嘅。啱啱嘅暑假都去進行咗一個喺將軍澳嘅一個溜冰體驗班。除咗我哋自己會員之外咧，我哋亦都向公眾去到宣傳呢個班嘅。咁為咗促進翻我哋個當區社區嘅一個體育活動。我哋工會咧定期會舉辦一啲訓練班啦，咁話同埋一啲叫做康樂活動嘅，因為我哋主要係一啲職業嘅活動為主。咁我哋有陣時咧會去一啲外國嘅高爾夫球嘅計劃啦，即係去旅行打高爾夫球嘅。咁亦都會有一啲國際認證嘅按摩班舉行啦，亦都會有一啲體適能教練班，因為我哋會有唔同嘅班或者一啲學術性嘅嘢，俾會員去除咗增加佢哋嘅溝通之外咧，仲會得到一啲價值嘅。就係我哋覺得工會係有個角色，其實所有工會都有個角色嘅，就係點樣咧？應該係不斷隨着時間嘅演進啊，我哋叫進步啦嚇。咁我哋其實都應該將我哋嘅人嘅能力進步啊，即係要不斷去裝備自己。都喺未來嘅展望咧，我哋會繼續提供一啲專業嘅訓練啦，令到唔同嘅喺工種嘅環境下，佢哋因為唔會咁容易俾呢個新時代 AI 取代。康體精神，團結在人，加油！